那就是大家呢，对于之前呢人们界所讲述的陆松论善显密说的内容呢，要是对说其中的文意呢，还有字句，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呢，那大家都可以提出来，那人们界呢就会为大家再继续的做讲解。那对于呢，就是第98页的第3行这边呢，就是讲述到渔民所迫时，并未堪忍正理观察或堪观之事为所迫量期呢？那这边最主要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就是在97页的倒数第5行呢，就提到说有2种圣意，就是以文思修3种理智为圣意。那文思修3种理智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呢，就是正德空性的圣根本定智。然后从这边去了解，就是想要说呢，圣意呢有2种。那2种圣意呢，分为呢，第一个呢就是圣根本定制。那圣根本定制呢，它去观察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说它可以呢，就是证得空性。那这是第一种呢，所谓的圣意。那第二种圣意呢，所讲述到的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所破的圣意。那所破的圣意呢，就是这边所讲到，非由心之力安立，而是由彼意志体中有，就是一般我们所讲述的呢，非由无损害事显现安立，是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呢。那这个呢是所谓的所破圣意。那这边讲的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说圣意呢，这2种圣意呢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呢，有人会说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呢，圣意呢它是否是存在的呢？因为空性呢它是被堪为因为空性呢，它是能够被圣根本定制呢，在圣根本定制观察之后呢，它是能够找到空性的，它是能够证得空性的，所以空性呢，它是圣意成立的。那所以呢，就讲到说圣意呢，它是成立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圣意是成立，圣意是有的呢？因为呢，空性呢，它堪为就是被证得空性的根本定制呢所证得，然后能够被圣根本定制呢寻找之后能够寻找得到，所以呢，它在圣根本定制中呢，它是能够成立的，所以呢，圣意是成立的，所以由此呢，去承许说圣意呢是有的。那这边呢，就是回答到说，这2种圣意呢，我们要搞清楚，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述到说，现在是秩序派的所破的缘故。那在秩序派里面呢，它是把圣意、还有地实、还有真实呢，这3者呢是作为它的所破，所以呢会讲述到地实不成立、圣意不成立以及真实不成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有人问到说呢，那这个样子的话呢，圣意应该是成立的啊？为什么圣意是成立的？因为空性是圣意成立的，因为空性呢，它在圣根本定制当中呢是存在的，所以呢，由此呢不能说圣意不成立，圣意应该是成立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回答到说呢，就是我们要理解到说，圣义地的圣义呢，是圣根本定制的意思。那圣根本定制当中是地时存在的缘故，所以把它称之为是圣义地。所以圣义地的圣义呢，以及我们一般所在讲到所破圣义的时候，所破的圣义的圣义呢，指的就是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呢，这个是所破圣义。这2种圣义呢是不同的。虽然呢，我们讲说空性呢，它是在圣根本定制当中呢，能够被圣根本定制寻找得到，所以它在圣根本当中呢，圣根本定制当中呢，它是成立的。所以讲到说空性在圣根本定制当中成立，所以是圣意成立。但是这种圣意成立的方式呢，不表示说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成立，这一点呢，它也要是存在的。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看到第98页的第2行呢，就讲到说，颇有未能辨别此恶的差别，就是他没有办法理解到说呢，就是我们在讲说观察生意理质量呢，他去寻找之后呢，找寻得到跟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利由境上不共实体的成立呢，就是这2种，就是我们在安利圣意的时候呢，他对于2种安利的圣意的这个差别呢，他没有办法了解的时候，所以呢，在讲述所破的时候呢，我们在讲述到所破的时候呢，在讲述到圣意无的时候，他就便理解为说，这个呢就是理解为空性，就变成说堪能正理观察或堪观之事。我们讲到说，堪能正理观察，就讲到说是空性嘛。空性为什么是堪能正理观察呢？因为就讲到说它是
能够被观察生意的理智所寻找的缘故呢，所以它是堪能正理观察的。那堪观之事呢，就是指空性本身，它是堪为正理的这个理智呢，它所能够堪观的这个所堪观的事的缘故呢，所以便为堪能正理的观察，就是指到空性，或者说堪观之事也是指空性与所破量其，就变成说这两者呢，你会把空性和所破两个呢看的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觉得说空性呢，因为我们已经讲到说所破呢就是地实有，或者说地实有、圣意有、真实有，这个是秩序派的所破。那这个时候呢，你因为从圣根本定制中有呢去理解这个圣意的时候，你把这个圣意跟所破圣意呢两者混为一起的时候呢，你会讲到说，那这样子的话呢，圣意应该是有的啊，就是所破量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讲的两种圣意，就是观察生意的理智量，寻找得到的这种圣意，还有说所破的圣意，你把两者看得一样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说这样子的话，圣意是存在的啊。圣意为什么是存在的？因为呢，空性呢，它是堪为正理观察，它也是堪观之事。那空性它就是地实存在，所以地实存在呢是有的。那这个呢，就是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两种的差别。那这样子会有什么过失呢？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去区分这两者的时候呢，他呢要么就会提到说讲生意的时候呢，他就把一切的生意呢都认为是所破，所以就讲说或说圣意非有，那这边的圣意指的是圣意地。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误解为说讲说，哦，那这样的话呢，圣意地呢是不存在的，空性呢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和所破是一样的，所以空性圣意地呢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呢实有，就是说要么就是说空性呢它是有的，但是呢它是地实有的，它是圣意有的，就会有这种错乱的这种了知。那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到前面所说的两种生意呢有不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说在实性中，就是在地实中呢是不存在的，生意中呢也不存在的。但是呢，法性呢它是有的，就是空性呢是有的，那法性呢它就是实性，也是圣意。那这样去理解的话呢，就不会有相违了。不知道这样子在讲述有比较清楚吗？若是还不清楚的话，没有关系，就是可以再发问，那我们也可以再把它解释得更清楚。因为呢，我们是刚开始学习的缘故呢，所以依着文字呢去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文意上呢，就是有不清楚，还是还有疑惑的话呢，那都可以再提问。那人切呢就会把它讲述呢更为的清楚。那人切说呢，非常谢谢呢，就是你们能够发问。那如果说大家还有如是的疑惑的话呢，那都可以继续的发问，没有关系。那昨天呢，就是我们在研讨的时候，就是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地到二地呢，就是它如何是从一地到二地，它是从后得呢到根本定制，还是说根本定制到根本定制？那至于这个问题呢，人们却说就是在道地的时候呢，他会就是解释。那现在呢，我们先能了解这个概念呢，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那在通常会有这个疑问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在见道的时候，因为到修道之后呢，就不会有这个疑问，因为见道的时候是初入见道，然后要开始呢去对治烦恼，所以通常都是在见道的时候呢才会产生这样子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就先来做，大家先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见道呢来做比喻，就是一般呢我们是说见道，但是见道呢又可以分为三种道，那也就是我们讲的根本定制、后得制，还有呢非根本非后得的见道，就是可以分为这三种。就是我们先了解到说呢，一般我们在讲述见道的时候呢，它可以分为三种道。那第一个呢就是根本定制，那第二个呢就是后得制，以及呢这两者都不是的见道，分为这三种。那在讲到根本定制的时候呢，根本定制呢又分为三种道。那根本定制呢，它又可以分为，现在都是讲见道，就是见道的根本定制呢，它又可以分为三种，就是见道的无间道、见道的解脱道，还有呢非无间道、非解脱道的第三种就是根本定制，就是除了无间道和解脱道之外的呢根本定制。那大家呢先把这个呢先记起来，一个主的一个框架，就是见道呢它本身可以分为根本定制、后得制以及呢非持恶的见道。
就非根本非后得的见道。那在更深入，那在根本定制里面呢，又可以分为无间道和解脱道，以及呢非无间道以及非解脱道的根本定制。那大家先把这个记起来。那这边呢，我们就先讲述呢，就是在根本定制呢，我们说分为呢，就是见道的根本定制呢，分为无间道、解脱道，还有呢非无间道、非解脱道的根本定制。那我们先来解释什么叫做呢非无间道、非解脱道的见道根本定制呢？就是在进入了我们知道最初进入见道的时候呢，只是从根本定制升起根本定制之后呢，然后升起了无间道以及解脱道。那在解脱道结束之后呢，就进入了后得制。那在后得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开始集资尽罪，以及呢观修菩提心，就是开始累积资粮。累积资粮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断除下一个所断，就是这个时候在见到无间断跟解脱道的时候呢，所断除的呢是见道的所断，也就是呢遍计的这种执着。遍计的这种执着，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断除完了，就是见道的所断。那在后得的时候呢，他开始尽罪集资。尽罪集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尽罪集资就是为了他开始呢，准备要去断除修道所断。那等到他在后得制的时候呢，他把这些资粮都累积完了，然后他觉得呢，他已经开始呢，可以开始准备去断除修道所断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他又会进入了正圆空性的根本定制里面，因为他不可能说一进入圆空性的根本定制的时候呢，就开始立刻呢去对治修道所断。那这个时候我们讲到说，一开始呢，在见道断的时候呢，是断于这种遍计的执着。那到以应成派来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开始对治修道所断，也就是开始对治烦恼，属于烦恼上的这个修道所断。那对于说，对于秩序派来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是开始断除修道所断的这个所知障。那他要断除修道所断，一开始要进入他一开始要断除修道所断的时候呢，不可能说他一去入正的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做对治，他一定是先趋入于正的空性的这个根本定制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又升起了根本定制，但是这个根本定制呢，它并不是之前的这个见道的无间道，也不是见道的解脱道，为什么？因为他所要对治的呢，并不是见道的所断，他是准备呢要开始对治见道，要开始准备。开始对治修道所断，所以他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所升起的根本定制，并非是见道无间道，也不是见道的解脱道，因为呢，修道见道所断在之前已经断除了，那他这个时候就开始做一个准备，然后开始呢要去断除修道所断，所以在还没有开始正对治修道所断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他也是处于根本定制的状态，所以呢，他就是非无间道、非解脱道的根本定制。那等到呢这个根本定制什么时候开始正对治修道所断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他就去入了修道，就从见道呢转为修道。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我们在讲到说见道的根本定制的时候呢，它除了说无间道、解脱道之外呢，那最后就是当我们解脱道结束之后，会升起一个后得制。那在后得制的时候呢，脊椎静制。那等到他开始要对治，就是修道所断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又会再进入就是根本定制的状态。为什么要有这个根本定制呢？那在升起的这个根本定制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等于是要升起修道之前的一个前行。那为什么需要这个呢？因为我们不可能说一进入圣根本定制的时候呢，立刻呢就开始对于说，哦，我所要断除的这个所知障呢，就开始呢直接做对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根知还有出分的这种意识呢，它都还没有，它都才刚刚断除。就是刚升起定制的时候，这些东西呢才刚折止掉，所以不可能一进入圣根本定制的状态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对治所知障或是烦恼障，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才需要有一个非无间道以及非解脱道的一个根本定制。那如果安立了这个根本定制，就是非无间道及非解脱道这个根本定制呢，就是有了这个根本定制之后呢，那它开始作为一个前行。那等到这个根本定制什么时候开始正对治
秩序派所说的所知障也好，或者说应成派所说的烦恼症也好，他什么时候开始正对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正式进入了修道，成为修道的无间道。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那有人他就会升起疑惑说，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像见道进入修道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个非无间道、非解脱道的一个见道的根本定制的话，那在尚未进入见道的无间道之前呢，那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就是非无间道以及非解脱道的根本定制呢？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人升起这样子的怀疑。那这边呢就回答说，这个呢是不需要的。为什么说修道的进入修道的时候呢，会需要这样子的一个非无间道、非解脱道的根本定制？但是在进入见道、无间道的时候，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呢，在加行道是第一法的时候呢，他已经就是开始做好了准备。虽然说这个时候呢，它不是根本定制，但是它也是一个圆空的一个等引制。它虽然不是在圣根本定制，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圆空性的一个等引制。那这个等引制呢，这个等引制呢，它本身呢，就是在为能够断除见道所断呢，它已经做好了准备。那等到这个等引制呢，它什么时候能够成为就是开始正对治见道所断的时候呢？那也就是从分别之正的空性呢，转为现正空性，所以由此呢就进入见道。所以在见道之前，并不需要有一个非无间道、非解脱道的根本定制，因为呢，加行道是第一法呢，它已经代替了这个所谓的非无间道、非解脱道的这个见道的这个根本定制，它已经加行道的是第一法呢，它已经代替了。那后面呢，后得智见到后得智之后呢，所产生的这个根本定制呢，它就像是一个连接一样，它就是为了呢，我们能够开始升起修道所断，为了帮助这个升起修道所断呢，所以它先升起来，先去圆空性，先去正空性，然后等到准备好之后呢，开始正对峙的时候呢，自然就进入了修道。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升起了修道的无间道。那至于说，刚刚大家有问到说，就是像是我们道和道呢，它是如何的转换，以及地和地之间呢是如何转换的呢？那这有不同的理解方式。我们先讲说地和地的转换方式就比较容易理解，就是从初地呢，它如何转成二地，二地如何转成三地，这就是地和地之间它是如何的做转换。那道和道之间如何去做转换呢？这个就有两种不同的理解。那一般我们的理解，一开始的这种理解呢，就是说我还未入道之前，我还没成为大乘资粮道之前呢，就是我已经升起了大悲心之后，那我什么时候从未入道呢进入到资粮道？那升起了资粮道之后呢，我从资粮道如何进入到加行道？那加行道如何到见道？见道如何到修道？修道如何到无学道？那这种呢，就是道和道的这种转换的方式呢。那上述所讲的这种呢，是一种理解的方式。那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理解方法。那第二种理解的方式呢，就是一般我们会说，就是菩萨呢，就是进入资粮道之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因为有菩提心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把这个时候都称之为是菩萨地。那在菩萨地里面是如何做分别呢？就讲到说，在资粮道还有加行道的时候呢，它是属于菩萨的凡夫地。那等到进入见道的时候呢，就是菩萨的圣者地。所以这边讲的说，地和道的这种理解呢，它是讲到说，从凡夫地呢一直到佛地，因为在菩萨圣者地里面呢，它又开始就是区分了我们后面所讲到的，就是刚刚所讲到的，像是见道、修道以及无学道。那乃至于说呢，在修道里面呢，修道它是包含了从初地呢一直到实地呢，都包含在修道里面。那所以呢，就一般我们在讲述到说，就是最常讲述的地道的这种方式，就是地和地的转换，还有道和道的转换呢，是我们第一种的这种讲述的方式。那第二种比较像是在辩论场里面呢，会用来辩论的这种分类的方式，就是菩萨的凡夫地以及菩萨的圣者地。那一般我们在理解，就是像刚刚所讲的，就是透有5到10地的这种分类。那当然说10地的这个分类呢，是唯有说登地的菩萨，也就是圣者以上的菩萨呢，才会有所谓地和地的这种转换。因为我们讲说登地的菩萨呢，还有分为就是初地到7地的不净7地，以及最后8、9、10地的清净3地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属于圣位的菩萨。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述道和道之间的转换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资粮加行，
然后剑道、修道、武学道呢，它彼此之间是如何的转换？那地和地之间的转换呢，是唯有大乘才会有的。那像道和道的转换呢，像是小乘的声闻行者，还有缘觉行者呢，都有他们道的转换。但是呢，小乘的行者呢，无论是声闻还是缘觉呢，他们并没有所谓的地和地之间的转换，因为地会有所谓地的这种功德呢，道地的功德，地的功德是唯有大乘的圣者菩萨呢才是会有的。那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说道和地两者呢是同义的，就是如果不讲说菩萨实地功德的话呢，一般在讲说什么道的时候呢，跟地的意思呢是一样的，就是道地的功德。为什么说道我们会把道称之为地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般以世间的讲述方式来说呢，就是所有的果实呢，它都是依靠着地而生，所有的世间的这些万物呢，都要依靠着这个大地呢才能够产生，乃至于说像是农田也好，或者说上面的种子，或者说所种的这些果树等等呢，都要依靠大地而生。所以同样的呢，我们所有的功德，就是心绪之中的正量，它出生的这些根本的缘故呢，就是道的缘故，所以把道呢称之为是地，所以才会讲到说菩提道和菩提地的意思呢是同义的。那同样呢，声闻道和声闻地的意思呢也是同义的。缘觉道和缘觉地的意思呢也是同义的，所以一般在讲道地的时候呢，它道和地的意思呢是一样，就只说一切功德出生的根本的缘故，所以把它称之为道或是地。那当然呢，在辩论场辩论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如果说道就是地的话呢，那请问一下，道呢，它是不是由四大和合而生？因为我们知道说大地的这个地呢，它是四大和合之后而产生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地呢，它本身是摄法，那你说道就是地的话，那道它是不是变成了摄法？但是道并不是摄法，因为它是我们心绪之中的功德，称之为道。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能把道称之为是地了啊。那对于这样子的问难呢，在回答的时候呢，就会回答到说，道地二者中的地呢，指的是说这种一切功德出生之处，所以把它称之为地。所以道地之间，道地二者之间的这个地呢，指的是说一切功德出生之处，一切正德呢出生之处，所以把它称之为是地。所以是把大地呢拿来做譬喻，所以这边道地二者之中的地呢，指的是说心绪的这种功德，就是指我们的心绪，所以才说道和地二者是同义。所以这个地呢，并不是把它指为大地的这个地。那就如同这个譬喻一样，地呢是一切的正德呢所出生之处，那道呢它是一切功德呢所依之处，所以才讲说道地呢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边道地二者之间的地呢，指的是心绪，指的是智慧，并不是指说大地的这个由四大所成的这个地，四大和合所产生的这个地，地水火风这个地，并不是的。那不知道说这样子，这样回复可以吗？那接下来人不切就继续往下念喽。可以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99页的第2大段，就是成立如是幻象者这边开始。那成立如是幻象者，若顺于其行之中观师，未由自证限量成立；若许外境之秩序师，则未由原地方及虚空等根式限量成立。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我们之前呢有讲到说，就是显现相马的这个形象呢，那它到底呢是由谁去证的？就是如是幻象就提到说，相马的这个形象呢，那是怎么去证得的呢？那以随顺就是顺于其行，就讲到我们说的随于其行的中观师呢，那它是有程序说由自证现前成立。那这边是翻限量，但是在藏文的原文是自证现前，它是由自证现前去成立的。那这里呢就讲到说，秩序派呢，它又分为2个不同的派别。那第一个呢，也就是说随于其行的秩序师，以及呢随经部行的秩序派这2者。那随于其行呢？于其行我们知道说，一般我们在讲述到于其行派指的就是指唯识派。那随于其行的中观师呢，就指的说他的见解呢，就是有某些部分跟唯识派是相符合、相顺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叫做随于其行的中观师。那也就是唯有随于其行的秩序派。那
若许有外境之秩序师，虽然说这边讲到说他的名字叫做若许有外境的秩序师，那这个若许有外境的秩序师呢，他其实呢真正的名字就是我们把它安立为就是随经部行的秩序派，就是他在某些见解方面呢是和经部中呢是一样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是随经部行的秩序派。那在随于切行的秩序派里面呢，他承许说这个相马的这个形象呢，就是幻象，因为我们知道说把这个土石变为相马嘛，那相马这个幻象，相马的这个形象呢，是由谁去证得的呢？那承许质证的就是于切行的秩序派呢，他就承许说这个相马的形象呢，是透由质证现前呢去证得的，所以未由质证现量成立。那许外境之秩序派，就是刚刚所讲到的这个许外境的秩序派呢，它就是随经不行的秩序派。那随经不行的秩序派呢，因为它不承许质证的缘故，它承许有外境，但不它承许有质据，所以它不承许有质证，它承许有外境，但是不承许有质证。那因为它不承许有质证的缘故呢，那它如何去成立说透有什么来证得这个幻象呢？那就讲到说，则未由原地方及虚空等之根式限量成立。那这边要注意到的是，就是说，比如说呢，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说，分为3种观众嘛。那这个观众呢，他在进去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变魔术的时候，他就看到说，哦，这个地方空空的这样。那等到开始变魔术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变现出了像是大象还有马这些在跑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见到象马。所以这边讲到说呢，未由原地方及虚空等之根式限量成立，那并不是说他在当时看到的这个根式呢，去证得了这个相马的这个幻象，相马的这个形象呢，并不是说在当时证，他是这边讲到说，由原地方及虚空等之根式限量成立，说透由这样子的根式呢，然后能够是成立，就是后来他在回想的时候呢，他能够想起呢，他当初在看节目的时候，他看到那里有像嘛，就是透由这个根式呢所引申出的这个意知呢，这个意念呢，然后去证得的。那这边呢就讲述到说，就是透由虚空等之根式限量成立，就是透由这个根现前呢所引申的这个意念呢，这个去意念的这个了知呢去证得的，并不是说根现前本身去证得。那这边呢我们就讲述到说，这里呢分为就是随于其行的中观，还有说随于切行的中观。那无论说随着于切行的中观师，或者说这边讲的许外境的秩序师呢，就是随经部行的秩序师呢，他们两者呢都是属于秩序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者呢都是承许自性成立的。那承许自性成立的中观师呢，除了秩序派之外呢，没有其他的，因为应成派是不承许自性成立的，所以承许自性成立的中观师呢，就唯有秩序派。所以无论是这边讲的随于切行的中观师也好，或者说讲的有外境的秩序师也好，讲的呢都是指秩序派。那随于切行的中观师呢，刚刚讲到说他的见解呢，就是有某部分呢是跟唯识派相应的缘故，所以称之为叫做随于切行的中观师。那随经部行的中观师呢，就是这里所讲到的，就是许有外境的秩序师呢，这两者是同义的。许有外境的秩序师也好，或者说随经部行的秩序师也好，这两者是同义的。那他们随经部行的秩序师呢，最主要呢是由谁做承许的呢？那承许呢，就是有外境见解相顺于这个经部中的呢，那最主要就是轻辩论师，以及我们讲到说那个之前所提到的智障论师。所以轻辩论师呢，他是开经部行秩序派的大车轨，因为主要的见解呢是在轻辩论师的时候呢所成立的。那随于切行的秩序派呢，最主要的代表呢，就是像净命论师，还有莲花戒论师，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净命父子。但是开于切行秩序派的大车轨呢，就是以净命论师为代表。所以那在时间上呢，是先有随经部行的秩序派之后才有随于切行的秩序派。
那我们就讲到呢，就是随于且行的秩序派呢，它的见解呢，就是说它有部分的见解呢是跟唯识派相同的，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说它的一些见解呢会跟唯识派一样呢？因为它跟唯识派一样呢，它呢不许外境，而且呢它承许呢色和直色的眼知两者呢是直一的。它不承许说色和直色的眼知二者呢是直相异的，它承许说色和直色眼知二者呢是直一的。那这个呢，色和直色眼知二者是直一的这个见解呢，最主要呢就是唯识派它最根本的一个程序，因为呢，它程序说呢，色和直色眼知二者呢是由同一个习气所生的缘故，所以这个呢是唯识派它最主要的见解。那因为随于切行的秩序派呢，它也承许说色和直色眼知二者呢是直一的缘故，它不承许这两者呢是直相异的缘故，在这一点相顺于唯识派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是随于切行的中观师。但他只是说某些观点呢是随顺于唯识派之外呢，它并不是所有的见解呢都是承许都跟唯识派一样的，因为唯识派呢它承许呢地识是成立的，但是对于秩序派来说呢，随于前行的秩序派来说，它不承许呢地识是成立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他讲说色和直色眼知二者呢是直一，以及呢像是二取空二取空呢承许的方式都和唯识派一样的缘故，所以把它称之为呢是随于且行的中观师。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述到说随经部行的秩序派呢，那它也是一样，它的部分的见解呢和经部中呢是一样的缘故，所以呢把它称之为叫做随经部行的秩序派。那最主要呢，相顺于经部派的论点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说它承许外境的缘故，就是轻便论师以及轻便论师的这些追随者呢，他们呢就是承许呢外境成立的，而且他承许的外境成立的这种方式呢，就是相顺于就是经部中。那这边呢，为什么会讲到说是部分相顺呢？因为它并不是所有的见解呢都是随顺于，就是所有的见解呢都是随顺于经部中的。因为我们知道经部中呢，它承许呢地识呢和事物二者呢是同义的，就是凡是无常的法类呢，它必定呢是地识的。但是呢，你只要是中观中，中观中之所以称为中观中的缘故呢，就是因为它不承许地识。虽然说呢，他们也承许，就是以随经不行的秩序派呢，他也承许说有志向。虽然说秩序他们承许是有志向，但是他不承许说有地识，因为不承许地识呢是中观中最主要的一个见解。所以呢，轻辩论师他被称之为是随经不行的中观师，最主要原因呢，就是为了说它成立于外境成立。那成立外境成立最主要的呢，就是经部中在成立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随经部行的中观师。那这边呢，因为是秩序派的见解的缘故呢，所以这里就特别解释到说，随于邪行的中观师，还有说许外境的秩序派呢，也就是随经部行的中观师，这两者呢，它之间的差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那如现非有者，未若如是有者，则于眼未迷者亦能见。这边就讲到说呢，如现非有者，这里就讲到说之前所讲述的这个幻象，就是象跟马这两者呢，那象马，因为我们讲到说它是由土石所变现的，那就是眼睛呢被有咒药涂过眼的这些观众呢，他会显现出象马。那这个象马它是存在的吗？是不存在的。那这个象马它是真的吗？它也不是真的。那有人就会问说，这个象马它应该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讲到说能够显现出这个象马，那所以在回答的时候呢，就说这个象马呢，它并不是真的，它也不是说在那个地方本来就有这个象马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呢，前面的这些观众他为什么能够看到这个象跟马呢？他看到象跟马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眼睛呢涂了这个咒药的缘故呢，所以他会看到这个大象跟马。但是呢，不表示说他看到大象跟马呢，这个大象跟马它就是存在的。因为说，如果这个大象跟马本身就是存在的话呢，那照理说后面来的这些观众眼睛没有涂眼药、涂咒药的这个观众呢，他到的时候他应该能看到这个象跟马，因为如果说这个象跟马是真实的，不是幻化出来的话呢，
它应该就是由血肉骨合而成的一个运体，这个身体。那如果是血肉骨合而成的这个身体的话，那最后就算没有涂眼药的这些观众入场的时候，他也应该能够看到，但是他们看不到啊。所以这边就表示说，虽然说能够显现这种幻象，但是不表示说这个象跟马呢，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在这里呢，最主要就是讲到说，我们在讲到说譬喻呢，还有它所代表的意义呢，就是这两者呢是要能够相辅顺的。那在了解说意义之前呢，我们先要了解说它譬喻的内涵。那了解了譬喻的内涵之后呢，才知道说它所代表的意义呢是什么。所以这边呢，我们透由就是幻术的这个譬喻呢，来比喻到说，虽然说在我们的根知之上呢，有显现出这些大象和马。但是根之显现上这些有显现大象和马之后呢，不表示说这个大象跟马呢它是真实存在的。那就如同这个譬喻里面所讲述的一样呢，我们的了知呢，就是以资讯派来说，我们的了知呢，虽然说能够显现出地时，但是显现地时呢，不表示呢地时是存在的。所以就是用譬喻呢来了解说它所代表的意义呢是什么。所以这边呢就透由理路呢来成立到说为什么幻化出来的这些大象跟马呢是不存在的，因为呢，如果呢幻化出来的大象跟马如果是存在的话，未若如是有者，就是这些幻化出来的大象跟马，它如果是有的话呢，只以眼未迷者亦应能见，然彼未见。就提到说，如果说它是真的存在的话，那后面进来的观众，就是眼睛没有涂眼药、没有涂咒药的这些观众，他照理说他也能够看得到啊，因为你说这些是真实有的、真实存在的话，那没有涂的这些涂眼药的观众，他也应该能够看得到，但是呢，他并没有办法见到他们，所以呢，由此来成立象马是不存在的。所以呢，譬喻就说，虽然说我们的根知呢能够见到象马，但是不表示说幻化出来的象马呢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如同这个譬喻一样，虽然呢我们的了知呢是能够显现出地时的。但是不表示说我们了知能够显现地时呢，就表示说地时呢它是真实存在的。那接下来就会讲到说，那这样子的话呢，为什么他们会看到就是幻象出来的幻术所显现的这些大象跟马，它为什么看得到呢？最主要呢，就是因为它有涂了这个眼药的缘故，有涂这个咒药的缘故呢，有这个咒药的因缘呢，所以让他看到了这个大象跟马。所以就如同这个譬喻一样，他能够看到大象跟马呢，是因为这个眼药的这个能力。那我们为什么虽然说地时是不存在，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显现地时呢？为什么的了知能够显现地时呢？这个显现地时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那这个能力呢，就是从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这个无名的习气的缘故，因为无名的习气的缘故呢，所以呢会让我们显现出地时。所以这边呢就如同玉一样，就是因为呢有了这个眼药的能力呢，所以它会让不存在的这个相马呢，然后在根知识上呢能够显现出相马。所以如同这个譬喻一般，因为无始劫以来呢，我们无名习气的缘故呢，会让不存在的地时呢，让我们在了知上面呢能够显现出地时。那所以接下来呢，就讲到说，然彼无所见，就提到说呢，眼睛呢没有涂咒药的这些观众呢，他应该要看得到，但是呢，他看不到这些相马。所以呢，接下来就有解释到说呢，是故，所以从上面这个原因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是故现世相马与相马本空恶意俱存。这边就讲到说呢，一开始这个眼睛被咒药涂到的这些观众呢，他能够看到这个幻化出来的大象跟马。他在看到大象跟马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幻化出来的大象跟马呢，看得跟真正的大象跟马的体性呢是一样的。所以呢，现世相马，它会显现出就是它跟大象还有马呢是一样的，它会看着它们体性是一样的，现世相马与象马本空。虽然说呢，他把这个幻化出来的大象跟马看得跟大象跟马的体性是一样的，但是事实上呢，象马本空，象马本空就是它是真正的大象跟马吗？并不是的，因为幻化出来的象马，它的体性呢，并不是真正的象马，所以提到说现世象马与象马本空，我们讲到说空的意思就是不是的意思嘛，就是它并不是真正的象马，但是它能够显现出就是象马
的体性，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相马的体性，所以呢，二义俱存。一般我们在讲说空的时候，就比如说讲到说长空，就讲到长空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常法的意思嘛，所以这边空指的是不是的意思。所以讲到说，虽然说它能够显现出相马，但是呢，它不是真正的相马，所以这两者呢是能够同时存在的。那这种存在的方式呢，此一未学教者，通常名言是成立为妄。那这种存在的方式呢，就是显现呢是实有，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真实有的这种状态呢，就是对于说我们这种没有学过中义的这些人呢，未学教者，只说未学过中义者呢，那通常名言是呢，我们会说有看到相嘛等等，那这种呢就是成立为妄，就是对于世间一切的法呢，我们皆非谛实，但是我们把它看为谛实，所以这种名言式呢，就把它称之为是妄，也就是虚妄的。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我们没有学中医的这些行者呢，也没有学中医的这些一般的人呢，没有学过中医的一般人呢，通常我们也如果说了解到说，哦，这个是幻化出来的马的时候呢，那虽然知道说我们会显现出象跟马的这个样子，会显出这种幻象，但是我们在了解之后，我们也知道说，哦，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象马。那这一点呢，与说我们呢在成立呢镜中影像为空之心，就是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脸的影像，就是也会显现出脸的影像，但是我们知道说镜子里面的这个脸呢，它不过是脸的影像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脸，就是所以成立呢镜中影像为空之心，就是成立说镜中的这个影像呢，脸的这个影像呢，它不是真正的脸。我们刚刚讲的说空就是不是的意思嘛。镜中的影像呢，它不是镜中脸的影像呢，它并不是脸。能够证得呢这个脸空，就是镜中脸的影像不是脸的这种了知呢，还有刚刚我们可以刚刚了知到说呢，幻化出来的相马呢，并不是真正的相马的这种心呢。它并不是具非粗细任何理智，这边指的理智呢，就是正得空性的理智，就是觉则空性的理智。这一种能够了知到相马不存在的这种了知，以及了知到镜中的脸的影像呢，不是脸的这个了知呢，不是任何粗分或是细分呢，能够正得空性的这个了知。所以假如说具非粗细任何理智。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若依通常名言是真上果是实有者，则因凡所见是彼是非空；若彼是为空，则因不可见。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我们先讲到说刚刚所讲的具非粗细任何的理智，具非粗细任何的理智呢，这边所谓的理智呢，就提到说是正得生意的理智，也就是说呢，我们一般讲的就是抉择生意的这个理智量，观察真实意的这个理智量，就是正得空性的智慧。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说，虽然能够显现相嘛，以及能够显现镜子里面的这个影像，但是我们了解说，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相嘛，也不是真正的影像呢。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呢，这个了知呢，它并非任何粗细呢，就是正得空性的这种了知，并非任何粗细的这种理智。那接下来呢，又讲述到说，若依通常名言是真上果是实有者，则因凡所见是彼是非空；若彼是为空，则因不可见。那这边呢，就开始做出了区别，就是说，讲到呢，我们刚刚所讲述到的，像以相马的喻来说，或者说我们讲到说镜中影像的譬喻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了解说，虽然说它是显现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它显现的意思呢，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就是虽然说能够显现出相马的影像，但是真实的相马并不存在。镜中所显现的是脸的影像，但它并不是真正的脸，就是我们是可以了知的。但是呢，以一般呢这边通常名言式就讲说，我们一般凡夫的这种名言式，那真上就讲说之前提过是他的资历，就是透由我们一般人的这种名言式呢，我们只要呢见到是实有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指为是真实的。是实有的话呢，则凡所见是彼是非空。如果呢我们所见到呢它是存在的话，它是谛实的话，就是显现谛实的话呢，我们就是把它指为是真实的。那同样的呢，如果我们看不到的时候呢，
或者说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就提到说，以世间的这种名言量来说的话呢，如果这个东西是有的话呢，我们自然就会显现是有的；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显现是不存在的，不会像上述所讲的这种状况，你在显现的同时呢，然后又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能够显现相码，但是你知道说这种幻视的相码是不存在的，能够显现脸的影像，但是你知道这个脸是不存在的。在一般我们世间的名言上呢，凡是实有的话呢，则因凡所见。那你所见的话呢，则因凡所见是彼是非空。就是如果它是你所看得到的话呢，这件事呢彼是非空，它就不会是不存在的。若彼是为空呢，若这件事情不存在的话呢，则因不可见。就以一般我们的名言式来说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它如果是存在的话呢，你就不可能看不到；它如果呢是没有的话呢，你就不可能看得到。那最后呢，就讲到说，此二计俱存，则之一通常名言是真上者，为是虚妄也。那就讲到说呢，这边呢，既然讲到说此二俱存，就讲到说呢，第十呢，就是像刚刚所讲的，一般我们如果是世间呢，就是你能够所显现，你能够显现得到的话呢，就表示说呢，彼是非空，就表示说这个呢，它一定是存在的。如果这个东西呢是不存在的话呢，照理说呢，我们也应该见不到。但是呢，此二俱存，这边指的此二俱存说，第十呢，它是能够被我们所显现的。那同样，我们知道说第十呢是不存在的，此二既俱存，则之。既然说呢，第十呢它是能够显现，又能够了知说它是不成立的话呢，此二既俱存，则之一通常名言是真上者，为是虚妄也。这边就讲到说呢，既然第十呢它能够被我们显现，我们又知道说第十它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以一般凡夫的名言是真去安利的话呢，它是为是虚妄。那这种虚妄的这种所安利的虚妄呢，它是在圣意，它是观待圣意之后呢，然后去安利的虚妄。这个跟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名言式呢，就是粗浅的这种虚妄呢是不一样的。因为粗浅的虚妄，就像刚所讲的，我们任何人呢都可以了解到说，你只要知道说这个是幻师所幻化出的相码之后呢，就要说，虽然说我看得到，但是我知道说它不是真实的相码，或者说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呢，我知道说镜子里面呢虽然说有出现我的脸的这种相状，但是我知道它并不是真正的脸，这种只是世俗所谓的虚妄。但是呢，以这边所讲的此二计俱存，讲到说第十这一点，第十它既然说能够显现，但是第十它本身又是不存在的，此二俱存。那这种呢，它就是在它就是在圣意之上呢所安立的虚妄，所以这种呢是属于细分的这种虚妄，就是你要了解到这种虚妄呢，你要先去证得空性，你要证得空性之后呢，你才知道这个是虚妄的，因为你一开始我们是先显现的第十，显现有第十之后，那接下来你要把这个显现的第十证得说它是无第十之后呢，你才能够了解这个观待圣意的这个虚妄呢，我们才能够去证得它。那这边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在藏文里面呢有讲到朗嘎瓦，那朗嘎瓦该怎么去理解呢？那这个朗嘎瓦呢，我们在中文里面呢，就是它翻到就是通常，就想说通常名言式，或者说呢通常就是依未教学者通常名言式成立为望，和最后面讲到说则之依通常名言式。这边呢，把它翻为通常的意思。那我在口语翻译的时候呢，我是翻成就是一般的凡夫。那所谓的这个rangawa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意思，或者说它指的就是个别的这个别相。像是在广论里面呢，就提到说我们就是他也是讲说扛萨rangawa，就是说一般的这种凡夫呢，要是呢我们没有菩提心去做摄持的话呢，那我们所做的任何善行，任何的善行，任何的善呢，它可能都因为我执还有实执的缘故呢，而成为轮回的因。所以一般我们在解释朗嘎瓦的意思呢，是把它理解为说像是一般的、通常的，就是说凡夫之中的心绪，或者说朗嘎瓦就直接理解为说像是一般的凡夫。那这边呢，它是把它翻成就是通常的。那就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是问到说，就是像道和地呢，就是道和道之间它是如何的做转换，以及地和地之间呢是如何的做转换啊。
对于呢就是道和地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大家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述的呢，就是前2个重点，就是道和地呢这2者呢是如何的转换，以及呢它们各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就像说像是根本定制呢，还有分为哪几种根本定制，或者说道本身呢又分为哪一些。那这是一开始讲述的2个内容，就是地道的内容。那接下来第3个内容呢，就是讲述到说我们今天的正文里面。那正文里面呢，就讲述到说一开始既然说成立呢换马这个幻象是存在的话呢，那以于伽行随于伽行的中观师呢，他是成立呢是用什么样的了知呢去证得这个幻象？那随经部行的秩序派呢，他们又是承许呢是用什么样的了知呢去证得这个幻象？那这是第3个重点。第3个重点。那第4个重点呢，就讲到说，就是特别去解释到说2种秩序派的不同。为什么呢？随于伽行的秩序派称之为叫随于伽行，随经部行的秩序派，它为什么叫做随经部行？那讲述到说这2者的不同。那第5个呢，就讲到说呢，我们所讲述到的就是第99段倒数第二段的倒数第5行呢，就讲到说一位学教子，就好像说没有不是中义，没有学过中义的这种一般的凡夫呢，他的名言是呢所成立的妄，他所谓的这个虚妄呢，跟最后面一句呢，我们想到说，则知一通常名言是真上者，为是虚妄也的这个妄呢，前面的呢是指说从来没有学过中义的这些一般的凡夫呢，他所理解的这个虚妄，就是像说，虽然说能够看到幻象，但是我们知道说幻化的相码是不存在的，或者是镜中虽然说能看到脸，但是你知道这个脸呢，它不是真正的脸，这种是属于呢，就是尚未学过中义的这些普特伽罗呢，他所安立的虚妄。那最后一句呢，则知一通常名言是真上者呢，为是虚妄的这个虚妄呢，是指说学过了中义之后呢。学过中义之后呢，他去安利的这个虚妄呢，是讲到说，就是地识呢虽然能够被显现，但是我们知道说地识呢它是不存在的。那所成立的这种虚妄呢，它2者之中就是如何去安利这2种不同的虚妄，以及这2种虚妄之间生细的差别呢，是我们去了解的。那以上5点呢，就是今天上课所讲述的内容。那所以呢，这边就讲述到说，就是依着世俗呢所安立的这种虚妄呢，那这个呢是不需要学过中义的，就像我们一般人呢都可以了解的，就像说幻化出来的相码呢，非真正的相码，镜中的影像呢不是真正的脸，以及说我们梦中呢所梦到的相码呢，它也不是真正的相码。那这种是依世间呢所安立的这个虚妄，那依世间所安立这个虚妄呢，是一般人呢他也能够理解，他也能够去安立的。但是第2种呢，就是依胜利而安立的这种虚妄呢，就是一定要透过你学习了中义之后呢，你才能够去安立这种依胜义而安立的这种虚妄，或者说依着中义呢所安立的这种虚妄呢，是唯有学过了中义之后呢，你才能够去安立的这种虚妄。所以了解到说呢，这2者虚妄之间的生细以及差别。那总之呢，就是今天所讲述的这5个内容呢，那大家回去呢，就是可以稍微思维一下。然后嘛，把第1个的重点、第2个重点、第3、第4、第5个，就把每一个重点呢自己把它思维一遍，然后把它写下来。那这5个重点的意思呢，如果刷到之后呢，即使说对于字义呢不是很了解，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对于说今天所上课的内容呢，你已经重点呢都已经了解了。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上到这边。